多少原因来看这个真水的风景。武陵农场的银杏林，也就是白果林，因为地点是伫中国海北的山区，而且温差较大，水分够有够，所以讲有几啊百丛的银杏林呢，叶啊为青色变成金黄色的，和这个农场变成金黄色的世界。正饱丛的白果开甲黄金金，点到规个武陵农场。农场出动空气机，白果开甲暗，树叶的花草亲像花线，为青色变柑仔色，佮转做金色，规看过去真浪漫的区。农场讲，因为地势伫咧中国海拔，加上秋冬季日夜温差大，四处位啊有溪啊，水气真饱甜，所以白果发甲真大片，树叶啊嘛发甲真暗。白果开花，成真侪游客爬山来看风景。有绿有黄，然后今天阳光整个洒落在这个叶片上面，真的非常漂亮。我之前去看银杏，就只有去日本的时候，那次是第一次看银杏，然后这一次刚好11月来，然后再看一次银杏，就觉得其实台湾也是蛮漂亮的。落伫咧涂骹白果，就亲像替大地铺一金色的地毯，游客一日遐，就亲像落金色的雨这么水。1、2、3。农场讲到10月底，让人欣赏到白果山崖所带来的水景。环境生态维护好，自然水景特别少。南投合欢山武岭的公路边，路边上看到一只保育类姜虎伫咧路边撞来撞去。姜虎拖乌色的尾溜，走一个就停下休喘，目睭挺甲大大蕊，世界上风景，模样有够高追。它其实，在台湾分布是从北到南、东到西都有分布的。那近年我们的确发现它的数量似乎在慢慢增加。然后分布的地点也慢慢在增加。专家讲，30年前伫咧合欢山顶，想要看到姜虎，无遐尔简单。这几年保育的观念进步，环境嘛变甲真舒适，所以这互姜虎的数量变多，会当看到伊的机会嘛变甲多。